议员游泳池提出，市警局今年1月到9月受理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统计，发现总件数有46万5000多件，相当可观。其中议员的选区包括麻豆、关田，有1万3000多件，而且成案的比例高达8、9成。议员以部分被开单违规的画面发现。有的超双黄线，是因为车道占用，被迫驶到快车道煞被检举。对此，议员强调，超速定违规无话讲，不过质疑话是被做手糟蹋，要求市警局一定要查明符合情理法。就这你看，这违规的车，伊家去，这天气打人哦，啊，比你在条边啊，伊买去无？我去统计完，十门区这个部分啦，摸到。9420啦，关田4065，六甲1265，下下上少啦吼，547啦。这个叫行驶中嘛，所以行驶中一个消费，这就是违规。对，应该是安尼嘛。所以你认定是不是有意违规停车来踏过双黄线？你若有啥物故障还是不方便，伊超过袂要紧，是讲我咧看这款点这款就是。假是检举无奖金通摕，哪有人遮尔热心做这道？议员真正想无来请教局长。局长讲，这群人自称正义使者，所以也是呼吁民众守法，就免惊被人检举。一旦违规有需要解说，嘛请民众申诉，避免权益受损。台南新闻，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